都 check in 的 hotel， 没有前台的。我的声音不能拿。一个员工做工了。我们怡宝还有德隆一蛋阿鲁麦今天来做企业拜访。哇，这么咁大間啊嚇 hotel， 哇老誒！我哋喺煮咗啦。4間房嘅，其實呢度一排有14間，總共去晒係。哇，還放自己的品牌，這個。Aero 啊，全部有一定位放嘅。呢個鐵筆。鐵筆一定要藏喺呢度。還有這個。佢建築物一定有兩凍水同熱水一齊供電落個 mixer 之後俾佢出熱水咯。DV 照這洗衣服，洗完之後可以拉起來。床褥係15蚊一次，咁你15蚊你就成啦，嗰個皮費就等於佢人工㗎。你15蚊。